舞祈祷被禁止。近年来，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斯坦关闭了许多清真寺，甚至其中的一些被改建成酒吧。据称，今日东突厥斯坦全面禁止周五的举妈礼拜。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陈全国担任党委书记以后，东突厥斯坦范围内所有清真寺部署面部识别和监控装置，阻止穆斯林正常的礼拜活动。现在当局全面禁止星期五礼拜。敲诈过程记录在安全摄像头。一名东突厥斯坦女士在伊斯坦布尔市宰廷波尔诺区的一条街道上打电话时，骑着摩托车的2名嫌疑人拿走了她的手机。警方检查安全摄像头以后，11月5日，警察在一次行动中逮捕并拘留2名嫌疑人，然后在法院上逮捕。中国限令极端思想影响者投案自首。哈密市限令所有涉暴恐犯罪及受三股势力毒害的人员30天内投案自首，交代违法犯罪事实。据哈密市网信办微信公号消息，哈密市已发布最新版敦促涉暴恐犯罪人员及受三股势力毒害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并称主动投案自首的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美国是贸易战的受益者。美国对数十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之后，美国的额外关税总额将达到184亿美元。根据欧洲经济和金融政策研究网络的一项研究，美国的征税将为美国政府带来184亿美元的净收益。中国企图介入好莱坞。鉴于好莱坞影视业的巨大影响力，中国以各种方式渗透已持续很多年，受到广泛关注和抵制。据称，随着中国自制的电影数量的增加，在好莱坞中批评中国或反华电影的制作出现了大幅减少。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公司在好莱坞自制的电影数量急剧增加。中国企图阻止一些电影的拍摄，包括《西藏青年》，其中描绘中国士兵迫害藏人的指控。